后来过来要再一次来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不管是行路、开车，或者是骑后倒摆，看到大车一定爱闪较远咧。高雄市交通警察大队公布到一支的影片，拢是大型车四线四角造成的死亡车祸。讲这个高雄今年1月到这个10月，就发生2000多件这种的车祸，也有18人死亡。如果若看到大架车咧行，你就要较注意咧。你看，这只奥多麦对伫大车后壁，无偌久就互压着。另外，这只脚踏车嘛同款，叫大架车弄着随风拖咧行。你唔通当作行伫大架车头前就会真安全。根据高雄市交通大队的统计，大架车的车祸事故，109年1月到10月都有2501件，而且造成18人死亡。大型车存在上的视野死角，大概有前面跟后面。左前跟右前保持2公尺以上的距离，这样会相对的安全。大架车唔拿长而且悬，驾驶真歹4颗位啊，拢注意会到。若是你伫咧路下看到大架车，尽量都爱闪较远咧。你唔通当作你看到大架车的司机就看得到你。